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港之港第42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油塘站。油塘站顏色為黃色，位於觀塘區油塘茶果嶺道旁，於2002年8月4日啟用，係將軍澳綫唯一一個位於九龍區嘅車站。油塘站係地面及架空混合式車站，採用島式搭式月台。下層月台係低於地面水平嘅淺層地底，上層月台則係稍高於地面嘅架空。但由於月台採用同地底車站相同嘅密封設計，喺本站轉車嘅乘客通常誤以為本站係地底車站。油塘站設有5層，出入口、大廳及商店均設於要4層，出口連接平台及毗鄰商住設施。大廳之上係由房委會委託前地鐵公司興建嘅大本型購物廊，而客務中心位於大堂中央，係港鐵首個外判客務中心。油塘站共設有4個出入口，分別係往油塘村嘅1出口、往高輝道嘅2出口、往油麗村嘅 B1 出口及往茶果嶺道嘅 B2 出口。前地鐵公司只係喺 B2 出口外設置一部電梯連接車站平台及茶果嶺道，但該處偏離油塘工業區且人跡罕至，若市民由油塘工業區前往電梯出入口，較為唔方便。而靠近工業區嘅2出口只有樓梯，但港鐵未言明有任何改善措施。有一組車站藝術品設喺油塘站尾出口外，作品標題係行人、閒人。油塘站係九龍東來往港島嘅轉車站，所以每日都有大量乘客喺呢個站轉車。車站周圍有多個大型屋邨、學校同商場，呢個站人流頗多。每逢清明節同重陽節，大批掃墓嘅人士利用呢個站去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1967年嘅香港集體運輸研究及1970年嘅集體運輸計劃總報告書均建議喺現時嘅油塘站附近設置馬流塘站，位於鯉魚門道以南、高超道之上。兩者中建議嘅馬流塘站分別係觀塘綫及觀塘支綫嘅總站。港府喺1998年10月正式批准地鐵公司興建將軍澳支綫，油塘站係支綫上規模最大嘅車站，由紅谷組負責建築工程。油塘站2002年8月4日提前啟用，當日起觀塘綫改以油塘站為總站，由油塘來往北角站嘅服務則由將軍澳綫取代。呢個安排為期14日，令乘客熟習新嘅轉乘安排。直至8月18日，將軍澳綫第1期全綫通車，油塘站成為兩綫嘅中途站。將軍澳綫已經取代觀塘綫成為直接過海路綫，往返港島綫及觀塘綫嘅乘客需要喺呢個站轉車，車程比以往增加4分鐘。2023年12月12日，特區政府發布嘅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指出，東九龍綫將會改由港鐵彩虹站附近嘅彩虹東站出發，喺呢個站附近設置油塘東站接駁油塘站，方便沿綫乘客轉乘鐵路過海，預計2034至2038年通車。今日油塘站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調景嶺，未完待續。